新鴻基錦田嘅項目咧，萬眾期待嘅 Garden Regency 千餘，而家就即刻等我 Declan 帶大家睇下咧呢個示範單位嘅模型格局啦。園林比率接近60%啦，亦都係1.43倍嘅地積比率，亦都係享有呢個低密度高綠化嘅。睇翻項目嘅佈局圖啦，3座樓分開2排嘅，亦都坐擁呢個山景、園景同埋河景嘅。項目嘅地積比率係1.43倍，而高園林比率嘅接近60%嘅。會所設施包羅萬有啦，而中意跑步嘅你呢，呢度都設置咗一個600米嘅無間斷私人跑步徑嘅。睇完園林設施呢，項目交通都非常方便嘅，步行1至2分鐘可以直達4個巴士站同小巴站噶啦。亦都唔同大家講咁多啦，即刻同大家睇下個戶型分佈先啦。項目分開3座啦，566伙，主打2房戶型，戶型涵蓋1房至3房嘅，而亦都係區內少有嘅3.5米樓底高3合一露台。而家就即刻同大家睇呢發展商特意開放嘅年裝修示範單位，單位實用面積391尺，屬於2房開放式廚房設計啦。顏色設計呢亦都用上溫馨底色啦，用咗木色同奶油色呢作為空間嘅設計顏色作為主題嘅。出返主人房，我哋再睇下浴室嘅部分啦。最令我驚喜呢，呢個浴室呢都做咗個名字嘅設計嘅，而顏色上每個位置呢都用上一啲鮮色呢，為咗呢個設計呢增加咗好多新氣。豐富色彩層次，再加白色布圍嘅梳化，再加一橄欖綠色嘅餐椅呢，營造豐富嘅視覺效果嘅。今次就同大家睇到咁多先啦。如果大家想去親身參觀下嘅話歡迎聯絡我啦，我會預留個優先位置俾大家嘅。我會繼續為大家拍上更加多嘅示範單位片段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